大家好，我係馬年嘅娜娜林媽，我繼續係一位白宮嘅八卦秘書仔，做隻開心的馬仔，任勞任怨人工低。我偷偷地發咗一個短信俾一個消失的他，就係我嘅前老細拜花燈啊！佢係馬年出世嘅，我祝佢馬不停蹄，期待佢俾嘅新年利是。叮！誒，拜花燈即刻覆我喎，佢話佢隻腳係出咗名發軟蹄，馬乜嘢不停蹄啊！佢老婆嘅前夫最近被控告鋸咗現任嘅老婆，仲有佢嘅跟班尹錫悅，又為咗幫自己嘅老婆被判咗無期徒刑。佢哋兩對逼人，再無相見之日。仲有佢最近出席活動，搞亂咗普京同埋澤連斯基個名。佢落咗馬噶啦，仲俾人笑啊！冇心情派利是啊，叫我過主啦。咦？唔俾咪唔俾咯，我去問現任老細特離普攞。嗱，我去咗老細嘅佛州海湖莊園嗰度拜年。當我一行入去，就見到曼斯同埋努比奧喺入邊自浸自浸。我聽到佢哋講話乜嘢要發射導彈啊，要推翻人哋嘅政府啊。誒，新年流流，又有邊個國家咁唔好彩，你爹要幫佢開年啊？佢哋啱啱去咗意大利米蘭出席冬奧，仲順便探望咗新教宗，即刻就話要打仗破戒啊！嗱，老細一見到我喺度偷聽咁嘅樣，就即刻斥住我隻耳仔啊，叫我咪鬼咁八卦，話知道我嚟問佢攞利是噶啦。但係佢特離普只會收利是嘅，例如成年都徵收全球嘅關稅啦，跟住又再去挑撥唔同國家嘅怒火，然後賣武器，一條龍搞到你興嘅服務，啲利是收到手軟呢。哼！佢要打開個世界地圖，睇下今年要清蒸邊條水魚先。特離普話，既然今年係馬年，委內瑞拉嘅馬杜羅已經搞掂咗啦，不如搞一下菲律賓嘅小馬可士啊！吓，老細，你專門搞一啲咁窮嘅國家喺乞兒兜嗰度搵飯食？咦，特離普話係要幫我爭取攞利是啊！特離普話要組返隊華府舞獅隊，喺3月31號訪問中國嘅時候，可以展示一下技能，仲有可以向其他國家攞利是啊！吓，老細，你要整返隊華府舞獅隊？我腳短跳唔到高樁㗎。特離普話佢係鍾意低樁嘅，叫我求其跳下啲梳化茶几啊，咪 OK 咯。佢只係負責射導彈㗎咋？哦，唔係，佢只係負責放炮仗㗎咋？老細，你啱啱係咪講漏嘴啊？放乜鬼導彈啊？究竟你哋有咩大計瞞住我啊？特離普叫我咪鬼理啦，叫我快啲帶上個獅頭，要表演啊，攞利是啊。OK，咁我咪笠住個獅頭喺度亂咁舞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特離普用視像電話向擁有華人血統嘅菲律賓小馬可士拜年，話為咗應對中國南海日益嚴峻嘅安全威脅，菲律賓應該花費56億美元購買20架美國嘅 F-16戰機同埋其他啲武器雜貨。唔該你即刻打錢到白宮啊！一講到錢，點解個畫面突然間黑咗嘅？哎呀，小馬可士關咗個視頻啊！老細，可能佢哋啲設備好一般㗎咋，冇信號啊，窮啊！嗱，菲律賓喺2025年嘅 GDP 大概係5000億美元，等於一個深圳。中國一個城市已經頂得住成個菲律賓。菲律賓同中國從來都冇對戰過，但係美爹繼續渲染。菲律賓就嚟要俾人入侵啦，被啲水炮射啊！哇，講到中國啲水炮可以射到對方滅國咁啊！嗱，56億美元係入門費嚟嘅咋，之後20-30年嘅保養要過百億美元。
菲律賓連一隻爛船都冇能力拖走，佢邊度有人識揸戰機啊？所以最近菲律賓就叫停咗購買專案，因為冇錢咯。但佢哋又想對抗中國喎，咁我哋都要尊重下人哋自不量力嘅力量。誒，唔通小馬可士打返電話過嚟？咁我手快快一撳，一睇到視頻入邊嘅人，竟然係一隻中間分界嘅青蛙，弊架了，老細係賴青蛙打電話向你拜年啊！佢話佢都整返一支寶島舞獅隊喎，仲話永遠會做美爹嘅獅尾，就算跌咗落莊亦唔會覺得痛㗎，因為着咗之前美爹俾嘅發毛防彈衣，墊住條尾龍骨咪冇事咯。賴青蛙仲想問下美爹，喺之前12月份公佈嘅111億美元對台軍售案何時落實啊？點樣匯款啊？菲律賓冇錢啫，但係佢哋有錢啊 ！Taiwan can pay。點知道特離譜大嗌一聲呸，佢扮聽唔到呢個大數目啊，然後搶咗我個獅頭笠咗喺自己嘅頭嗰度，唔俾賴青蛙睇到佢嘅表情，話佢自己要喺3月底出 trip， 佢而家忙於收拾行李啊，所以佢對台軍售案暫時不予置評。吓？賴青蛙一臉疑惑，突然間指住我，話一定係我左右咗老細嘅決定，話我個樣已經曝咗光啦，遲早揾我算賬啊！吓？係啊，係我左右咗老細嘅意見啊？點啊？我仲會喺3月底同老細一齊訪問中國添，而家仲生效嘅中美3個聯合公報，分別係1972年嘅上海公報、1979年嘅建交公報同埋1982年嘅817公報，入邊清楚寫明美國對一個中國嘅立場不表異議。老細而家就係懶你呢隻中間分界嘅青蛙。咦，我給你電話。喂，老細，你俾翻個獅頭我，賴青蛙點咗我個相啊！好啦，舞完一輪獅之後，有啲攰啊，我想瞓覺啊。特離譜話佢嘅豪宅有工人房同埋柴房，叫我自己揀啊。哦 ，OK， 咁你哋早唞啦。當我準備行去工人房嘅時候，又有視像電話打嚟啊！而家係2月28號，美國時間凌晨2點鐘。原來係嗰隻中東丁蟹史塔又有胡打嚟啊！佢話而家身處中東，專門向特離譜拜年。而家嗰度係日頭啊！佢啱啱發動咗攻打波斯伊朗。吓 ？What？ 乜嘢啊？哦，唔怪得你哋啱啱一直講漏嘴，話乜嘢射導彈推翻人哋啦？你哋理真㗎？然後嗰隻中東丁蟹 show 俾我哋睇現場直播，導彈喺波斯嘅首都德黑蘭嗰度飛嚟飛去。誒，波斯喺2月27號明明有同多方會談，主動話會放棄濃縮鈾嘅存貨喎，點會喺2月28號就打咗起身㗎？哼！中東丁蟹話就係唔俾美爹繼續同波斯有談判嘅空間，橫掂美爹同魷魚佬已經一早約好咗一齊喐手，咁不如就等佢先出場。大家而家都洗濕咗個頭啦，不如就將世界整個天翻地覆。如果唔係2026年點會叫做赤馬紅羊啊？到處要火光四起，佢哋就係咁向世界拜年㗎。咦？拜你個頭啊，老細！咁啲石油價錢咪會不斷咁升高咯？波斯會封鎖咗石油出貨嘅水路霍爾木茲海峽，而且你唔係一向標榜自己好和平嘅咩？仲有你話要同人哋傾，人哋已經退咗一步，話唔 keep 啲存貨，要溝稀啲濃縮鈾，搞到冇咁濃，但仲即刻俾人打。你仲原本波斯3月2號話有會開，等到人哋冇乜防備。你啲外交仲有乜嘢信用可言啊？雖然你一向都冇，但估唔到冇到咁咯。特
特尼普嘟下個嘴仔，話啲票倉、面子同埋富貴都係險中求嘅，就算未得到國會嘅批准，都要配合魷魚國將波斯嘅政權整冧佢。波斯1個月之後就會整好啲原子彈㗎啦，會對周圍嘅美軍基地有威脅。嘿，大家都咪鬼瞓啊！而家即刻去戰情室睇戰況。以前每個總統都唔夠膽喐波斯，佢特尼普就要做個壯舉。咦，美爹同魷魚佬喺過去幾十年，日日都話下個月波斯就擁有核武㗎啦，亦日日都話聽日灣灣就會俾人入侵㗎啦。呢啲都係廢話，只係想合法化自己嘅制裁同埋軍事行動。嗱，我相信大家都睇到新聞，喺2月6號，美爹嘅福特號航母正式去中東備戰，預告會有大事發生。美爹唔理福特號航母上邊650個廁所都塞晒，仍然好堅忍咁前去配合中東丁蟹要打嘅仗。可想而知，美國超有錢魷魚佬嘅說客能力啊！仲有特尼普嘅女婿嘅家族，亦即係特尼普嘅親家，同嗰隻中東丁蟹係 friend 到會到訪雙方嘅屋企留宿。少年時期嘅女婿大人，甚至俾過自己張床中東丁蟹瞓覺。咁呢啲有錢人係一夥人嚟嘅，一齊玩轉個地球。喺2月19號。特尼普喺自己牽頭嘅和平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邊，警告波斯必須喺10至到15日之內做出有意義嘅協議，否則就會有壞事發生。喺2月27號，波斯就話會放棄濃縮鈾嘅存貨，但喺2月18號，魷魚國仲係首先向波斯嘅首都德黑蘭發動導彈襲擊，然後美爹配合一齊進行空襲。魷魚國聲稱今次行動係叫做先下手為強嘅攻擊，仲搞到好似拍電影咁，有好多嘅行動名啊，叫做乜嘢咆哮雄獅啦、猶大之盾同埋史詩怒火啊！嗱，當大家都以為波斯無力反抗嘅時候，嗰隻波斯貓發火啦，終於放開手腳，反射導彈到魷魚國，再射埋親美爹嘅阿拉伯有錢國家。因為呢啲國家都有美爹嘅基地，喺巴林嘅美爹第5艦隊就遭到攻擊啦。卡塔爾同埋科威特嘅美爹基地都中埋招，戰火蔓延到成個中東，唔同嘅回教國家都傳出咗爆炸聲，遍布伊朗、阿聯酋、伊拉克、卡塔爾、科威特、沙地阿拉伯、約旦、敘利亞、巴林、霍爾木茲海峽。喺3月2號仲加埋黎巴嫩，呢次何止7國咁亂啊！連世上最奢華嘅阿聯酋迪拜嘅機場亦有爆炸聲，各地遊客滯留當地，甚至歐洲嘅塞浦路斯嘅英軍基地亦遭到無人機導彈攻擊，因為昂薩人體系嘅國家英國、加拿大、澳洲都支持美爹同埋魷魚佬啊嘛。我之前都講過㗎啦，雖然加拿大嘅卡尼喺達沃斯嘅演講加咗好多分，但係任何軍事行動，加拿大都一定會站隊美爹，而且美爹夠膽喐手啊，唔通你唔驚咩？嗱，雖然成個阿拉伯世界都食咗波斯嘅導彈，但係波斯話自己只係針對美爹嘅基地，咁阿拉伯世界都話會保留反擊嘅權利，但暫時並冇聯合美爹同埋魷魚佬一齊作戰。因為阿拉伯民眾都以穆斯林為整體大局，而家先忍住啖氣。嗱，中東國家打仗係一邊肥一邊攞住本經書祈禱嘅，咁究竟啲導航系統係靠科技定係上天嗰個人呢？就不得而知啦。嗱，從2月28號開始開打嘅1日之內，波斯嘅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同埋其他嘅軍事高層將領喺開會嘅時候遭到導彈襲擊，全部都一鑊熟。到目前為止，已經大約有50位最高層被滅咗。哈梅內伊嘅行蹤被掌握得一清二楚，佢係喺自己嘅官邸遭到空襲。美爹同埋魷魚佬有科技，有放內鬼，而且內鬼仲可以喺第一時間之內
有自己嘅專門網絡，可以迅速咁將哈梅內伊遇害嘅照片傳送到魷魚佬嗰度，再由魷魚佬發佈消息。可想而知入邊有幾多內鬼。波斯係什葉派，而什葉派嘅興起係因為伊斯蘭教嘅先知穆罕默德嘅外孫海山本阿里唔承認穆罕默德嘅徒弟為最高宗教領導接班人，於是就分為穆罕默德嘅孫嘅一派為什葉派，穆罕默德嘅徒弟嘅一派叫做遜尼派。喺公元680年，兩派終於打咗起身啦。喺一場戰爭入邊，孫仔阿里被6000人圍困，但係佢同啲下屬都拒絕投降，全體戰死。於是什葉派同遜尼派從此勢不兩立。阿拉伯世界以沙地為首嘅遜尼派千年嚟亦想毀咗呢隻波斯貓。而1400年前孫仔阿里嘅殉道行為就成為咗什葉派過千年嘅戰鬥精神。哈梅內伊都86歲啦，佢明知道出邊戰火連天，亦冇選擇匿喺啲山窿入邊等運到。除咗佢被內鬼出賣之外，佢係咪出於殉道嘅行為，要喺波斯文化入邊流芳萬世嘅可能性亦唔細㗎。大家係唔可以用我哋平常嘅生活邏輯同埋習慣去睇佢哋嘅。例如波斯係有2套政府同埋軍事體系，你點估得到啫？從1979年開始，一套係精神領袖嘅政府加埋革命衛隊，擁護以宗教律例為法律。雖然革命衛隊人數大概有20萬人啦，但係精神領袖政府控制咗國家大部分嘅資源，例如石油同埋銀行業，仲有擁有高端嘅武器，例如巡航導彈啊、無人機啊。而另外一套政府係民選總統加埋傳統軍隊，人數達到40萬軍人，係以保護國家嘅邊境為主，用啲比較笨重嘅裝甲車之類咁啦。波斯嘅軍事高層被一鑊撬起，震驚世界。仲記得喺2年半前，俄羅斯嘅瓦格納僱傭軍兵團嘅揸 fit 人普里戈任亦被刺殺咗。到而家都唔知道邊個懟冧佢嘅。不過俄羅斯亦冇因為咁輸咗啊！現代嘅戰爭其實係靠科技，會識用無人機啊，會識撳邊幾個掣攔截導彈啊，會分析衛星啊、AI 收集到嘅資料等等，再去調整戰術。講真啦，高層都唔識做呢啲嘢嘅，全部都係靠精通武器科技嘅下屬做。幫你印好晒啲 report 出嚟，擺喺你張台嗰度。高層而家係精神象徵，係落 order 嘅，已經冇咗乜嘢用將軍騎住隻馬打頭陣。佢哋邊度識操控無人機啊？佢哋被滅係會影響軍心，亦喺外交方面棘住咗。但係下邊亦自然有人爭住上位。自古以嚟，任何集團機構都係咁樣運作。喺現代，只要識使用現代科技武器嘅一班士兵唔冧低，再配合埋新官上任新戰術，戰鬥繼續，一齊捱落去。其實而家諗翻轉頭，普京對阿司機真係好好啊，佢連褲浪都冇穿過啊。據聞波斯嘅革命衛隊已經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因為呢個係世界極為重要嘅軍事咽喉點，亦係波斯嘅殺手鐧。雖然從地圖上面睇係好窄，但係啲水深足以容納世界上最大嘅原油油輪。全球約有20至到30% 每日嘅海運石油供應都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每日約有2000萬桶嘅石油，以及全球20% 液化天然氣 LNG 亦都要經過呢度。佢連接住石油資源豐富嘅波斯灣同埋印度洋，一旦阻塞咗，就會即時推高全球嘅能源價格。中國進口嘅一半以上嘅石油都要從霍爾木茲海峽過嚟，咁而家都有 Plan B 嘅，就係加多啲進口俄羅斯嘅石油補上咯。但係日本就唔使瞓啦，佢哋同俄羅斯不和㗎，又從哪裡來？
佢哋而家仲有大米嘅危機，咪唔使煮飯唔使食咯。波斯灣地區嘅石油供應商波斯、伊拉克、沙地、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自古出有一條路，你唔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就唔使出啦，返屋企瞓覺。遜尼派嘅沙特國土面積比較大，另外一邊係紅海，理應係可以使用噶嘛，但係又有世仇什葉派嘅胡塞佬喺嗰度夾住你，要肥你啊！所以沙特一半嘅貨亦都要從霍爾木茲海峽出入。總之，中東嘅風水就係雞犬不寧。令到大家睇到好熱血沸騰嘅荷里活電影《斯巴達300勇士》係根據真實嘅歷史事件改編嘅。大約喺2500年前，希臘嘅斯巴達人就係對戰波斯人。而希臘同埋意大利嘅羅馬係西方文明嘅基石，所以從西方遠古時代開始就同波斯不和，係又怕又恨嘅。呢種咁嘅觀點以唔同嘅形式延續到現代。猶太教同埋基督教喺現代嘅美國係同一陣線，佢哋都同波斯不和，而且呢個又係另外一段嘅恩怨。猶太教、基督教同埋伊斯蘭教互相鍾唔鍾意係佢哋個人嘅選擇，但絕對唔可以否認嘅係，中東係發源地，三個宗教都係亞伯拉罕宗教，三大宗教均有信奉唯一真神嘅教義，亦都將亞伯拉罕視為信仰上面嘅始祖，而亞伯拉罕 Abraham 就係先知，係上主從地上眾生中所揀選並給予祝福的人。呢三個宗教佔咗現今全球一半嘅人口。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開始喺中東地區迅速發展。喺8世紀，中東嘅回教徒入侵歐洲嘅基督徒地盤。喺南歐嘅西班牙同埋葡萄牙，仲保留咗好多當時嘅回教歷史建築，例如有著名嘅西班牙嘅阿爾罕布拉宮，亦即係紅宮啊。從公元1096年開始，歐洲十字軍東征，要攞返地盤，直到1295年大致上完結。但真正嘅閉幕係要到1492年，西班牙人重新攞返紅宮。但其實雙方都冇乜點休息過㗎，因為土耳其嘅鄂圖曼帝國崛起咗啊嘛，成個歐洲嘅巴爾幹半島都喺回教徒手上，例如而家嗰啲乜嘢尼亞都中晒招，直到鄂圖曼帝國喺192年結束，先係完結咗回教徒喺歐洲嘅統治。回教徒同埋基督徒過千年嘅鬥爭，以為可以告一段落啦。但係20世紀到來嘅前後，魷魚佬復國思想興起，歐洲亦全面工業化，仲有喺中東揾到石油。咁工業同埋石油喺現代社會係一 pair 嚟㗎嘛，咁西方又展開咗喺中東嘅資源爭奪。只要你係非西方盟友嘅石油國家，美爹一定會揾你麻煩㗎。波斯亦係因為有石油，現代嘅命運變得好崎嶇。魷魚佬終於喺二戰結束之後重返中東。喺1947年，魷魚佬喺英國人嘅支持下正式立國，但成個中東嘅回教世界喺聯合國係投咗反對佢哋立國嘅票，跟住喺2年之後又投咗反對魷魚佬加入聯合國嘅票。但係魷魚國有西方喺背後支持啊，就算成立乜嘢墨魚國都會 OK 㗎。喺1951年，波斯嘅民選總統摩薩台從英國手上攞返自己國家嘅石油產業，咁英國咪嬲咯，揾美爹嚟推翻摩薩台，話摩薩台係共產啊。跟住喺1953年，西方喺波斯扶植咗極度親西嘅巴拉維家族政權。咁即使成個家族建立咗一個秘密嘅警察系統監視國民都好啦，但有乜緊要啊？親西方咪喺國際有好形象咯。波斯同埋魷魚亦變成咗一對喺中東共富貴嘅好友。喺嗰個時候，魷魚國同阿拉伯回教世界發生咗多次嘅戰爭，
波斯都冇參與㗎。反正阿拉伯係遜尼派啊嘛，波斯係什葉派，咪扮睇唔到咯。波斯仲運送石油俾魷魚國添，嚟對付多數係遜尼派嘅阿拉伯人，而成個西方亦喺背後撐魷魚國。魷魚佬贏到開晒巷啊，如入無人之境。但係1979年，波斯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上場，佢唔理你係乜嘢派系，佢以一個回教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佢極度反魷魚、反美爹，仲發生咗美爹駐波斯大使館嘅444日嘅驚天人質事件。美爹開始絕地制裁波斯，波斯同魷魚佬亦一刀兩斷，而奢侈嘅巴拉維家族流亡到美國。美爹嘅國會最強同埋最有錢嘅說客，亦都係基督徒同埋猶太人。咁大家係連成一線去捉隻波斯貓。喺過去47年，波斯對戰魷魚佬加埋美爹，只有導彈互射嘅關係，仲有就係各自泵錢俾周圍嘅組織，展開一場場嘅代理人戰爭，仲有大大小小嘅武裝衝突。魷魚佬同埋美爹發夢都要將波斯現任嘅精神政府剷除，誓要做到政權更迭。魷魚認為波斯係佢哋稱霸中東嘅絆腳石，佢哋仲列出咗只有佢哋明白嘅理由。第一，魷魚佬好擔心波斯有濃縮鈾之後就會發展出核武器，認為呢個係對佢哋嘅絕地生存威脅。喺1970年3月5號，聯合國生效咗一條核武禁礦條約，冇核嘅國家同意永遠不獲取核子武器，而擁核嘅國家作為交換，同意同埋和平分享核技術，並尋求最終消除核武庫嘅核裁軍。有核嘅五常大國中美俄英法都簽咗呢個條約，世界上總共有190個國家簽咗啦。波斯喺1970年都簽咗啦，但世界上只有4個國家冇簽到，冇簽嘅就係魷魚國，佢哋冇畫隻龜㗎。仲有另外一批世仇，印度同埋巴基斯坦都冇簽到。仲有一個係簽唔簽都冇乜所謂嘅南蘇丹。嗱，魷魚國唔單止冇簽啊，仲一直唔承認，亦唔否認自己擁有核。以佢哋魷魚愛張揚嘅性格，如果佢哋冇，一早已經話冇啦，唔否認咪即係默認有咯。好，第二點，魷魚國話波斯支持周邊嘅武裝組織搞佢哋喎。魷魚國咪都揾到世界上最大嘅組織叫做美爹，大家咪都喺度揾緊幫手揾幫拖。第三，魷魚國認為預防性先下手為強嘅攻擊係合法嘅，橫掂聯合國都理唔到㗎啦，下次話屙屎唔出就爆咗隔離屋嘅廁所都得㗎。究竟波斯嘅未來會點樣呢？一個近1億人口嘅國家，邊個都炸唔冧5000年嘅民族文化㗎，佢哋係唔會向西方投降。即使西方媒體只係訪問嗰啲親西方嘅波斯民眾，但係擁護波斯本身自己文化同埋國家嘅人係佔大多數。而至於呢個精神領袖嘅政府，有可能之後會被美爹打散咗，我唔知道。但係只要佢哋嘅信仰唔消失，精神就唔會消失，佢哋會不斷咁重組再重組。喺1955年越戰開打，越南當時候嘅軍備比而家嘅波斯差100倍啦，落喺越南同埋柬埔寨嘅炸彈比成個二戰仲多啊！美爹仲出動埋地面部隊，越南人都可以同美軍揼波鐘拖足20年，拖到美爹話唔玩啊！而家美國路透社嘅民調，超過70%嘅人都唔支持對波斯發動戰爭，而民主黨嘅選民唔支持嘅比率更加超過80%。美國民眾都唔想玩㗎，呢個只係特離譜加埋中東丁蟹，佢哋有生之年嘅執着加埋自大嘅夙願，佢哋當世界係可以搓圓撳扁嘅遊樂場咋。波斯而家嘅策略係發射呢度一啲，再射下嗰度一啲，慢慢射，等你不得安寧。
亦夠膽射美帝嘅基地同埋戰艦，背水一戰啊！而家係鬥存貨嘅時候啦。嗱，只要識操作現代科技武器嘅人仲喺度，下邊不斷咁一套套班子補上，9300萬人口留得青山在，導彈慢慢射，伊朗有柴燒。好啦，今次又講到呢度，下次再傾啊！希望世界和平，拜拜。